再来看新竹市成功路最近有一搭在铁帮铺超过100公尺长，原来是附近施工惊怪手大卡车出入会甲路底歹去，这建商就暂时用铁帮嵌伫车路顶悬。不过这铁帮是真骨，都有人骑奥多摆勒残摔断手骨，市府嘛要求建商要赶紧改善。 民众骑奥多摆骑到一半，煞拄着道路顶悬铺铁帮，惊甲赶紧甲手环换安，唔敢大意，就惊无细哩车会因为铁帮的关系，车出去滑倒受伤。很陡，会怕会撞到铁板，然后会跌倒。我开车其实就影响很大了，可是那个骑摩托车那更夸张，那个完全不太能骑。前阵子我们里面社区的时候，已经有住户摔车，然后手骨折了。 新竹市成功路最近路面铺铁帮，长度超过100公尺，因为附近当咧施工的建商惊重型机具出入地歹路面，才临时用铁帮来嵌咧路面，所引发安全疑虑。市府接到通报了后，也派人到现场，要求建商提出改善计划。要求厂商应该提送改善计划，送本府公务处及交通处审核，达到道路安全设施标准之后，并尽速修复路面。 在领得使用执照前，也会进行全面的道路铺设。铁帮伫路面平常时就已经真歹行，露天更加危险。后续市府工务处会按照道路安全设施标准，要求建商赶紧恢复原地路面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